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唐中信。今集講丙午馬年流年主星天同太陰嘅個人運程。點樣揾自己嘅流年主星？咩主星最吉最凶？同有咩要注意呢？可以睇翻紫微個人流年運程嗰集嘅。財運正財運呢中上，收入呢不過不失，咁但係要主動努力。偏財運呢就中下，不利投機嘅，反而呢投資可以有少少回報。事業受僱者努力鋪路嘅一年，要化被動為主動。如果被編排到要變，咁就盡量跟指示做到順勢執行。咁當中重點呢係埋好堆，集體嘅新想法加吉，再從中借力上位呢就指日可待。營商者呢要努力啲唔好諗住舒舒服服食老本，拓展新業務咁但係既做帶頭嗰個要跟潮流，咁人做你再做，最多人哋食肉你飲湯咯。姻緣有固定伴侶嘅呢，不甘平淡會自尋煩惱，男女相同都犯桃花，咁如果唔想就咁結束呢，就要用下心思去維繫感情啦，因為兒女之事爭吵一樣會破壞感情嘅，咁要好好處理。咁年長唔應喺感情嘅事度呢，就可能應意外啦，或者係手術啦咁。單身者呢，男命容易受騙，女命呢亦都有財帛損失嘅。不可以掉以輕心㗎，咁稍一不慎呢，或者心軟嘅話呢，身心荷包呢同時會受傷嘅。健康整體係不利嘅，以慢性病為主。男性呢要注意風流病或者係腎功能病，或者係前列腺病。女性呢就要留心婦科病或者肝膽病。如果要做手術嘅話呢，手術之後必須注意調養。咁久病者呢，病情係向下嘅。咁好在有貴人呢保住條命。自恃健康者呢，亦都要早啲做檢測。會遇名醫咁呢就早啲治療。赤馬同中若休確，山南險象緊追蹤。馬年重點係埋堆，咁車公簽遇事精工造假，真誠無價。大家可以結合參考嘅。流年主星天同太陰就講到呢度啦。有嘢想講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。祝大家馬年吉祥，萬事如意。多謝大家。